根据着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报道，讲美国要求日本和澳洲就要表态，若准这台海发生战争会安怎办呢？人当咧中国访问的澳洲总理艾班尼斯表示，无希望改变台海现状。就学者分析讲，美国的要求盟友表态是需要战略谈判，做回来稳定这印太局势，避免中国愈来愈强。也因为这俄乌战争和中东局势有变数，美国可能是无希望三线作战的情形来发生。 英国《金融时报》报道，美方最近要求日本、澳洲表态，会伫台海战争中扮演的角色，也加爱增加国防开销，用来应对中国对台湾愈来愈增加的威胁。拄啊好伫中国进行访问的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回应，无希望台海现状有任何改变。We support the status quo when it comes to Taiwan. We don't support any unilateral action there. We have a clear position. 互中国制裁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伊伫东南亚国家协会外长会议场边，甲中国外长王毅会晤。不过外界关心王毅敢有警告美方，袂使互总统赖清德以过境签证经过美国。卢比奥回应，这毋是警告性质的会议，也强调无讲到台湾当日举行的汉光演习。I think the Chinese position on Taiwan has been expressed. I don't think it's a mystery to anyone in terms of where they stand on it. And our position has also been expressed pretty openly. 学者分析，俄乌战争加中东局势拢还未稳定，若是台海阁出现冲突，恐惊会出现美方无想要看到的三线作战。美国需要有盟友共同稳定印太局势。美国在地中海还必须在红海必须要有一些这个戒备。那对伊朗，美国也是在波斯湾也不能完全没有防范。那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怎么能够全心在亚太地区来对付中国？所以你必须要找你的盟友。 学者嘛讲到，美国陆续公布扣各国的关税，不过准讲是美国的盟友，像讲日本、欧盟等，嘛无占较赢面。虽然台美关系持续加深，啊，不过嘛还阁伫咧磋商关税，到尾税率会如何？照川普的个性，也是真歹事先预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